来，这个家人市长谢国良伫内群组传一底反罢免的影片，影片一开始是点名家人市议员张志豪有性骚扰的记录，张志豪真不满，讲要来告谢国良，市府是回应讲影片是小编误传，后一届会更加注意。 还债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花钱。有性骚记录的基隆议员张之豪在记者会又口出狂言。家人市长谢国良来官方号码传反罢免的影片，搁伫咧起头点名家人市议员张之豪，讲伊有性骚扰的记录。谢国良不止还债9亿，还做了这些事。谢国良多来宣传反罢免，影片拢伫咧讲行销的记录，内容嘛伫咧讲人品说议员忍袂掉花。我敬爱的谢国良市长。 都跟着一起恶意重伤，这真的妨碍到了我的名誉，因此我会对谢国良市长采取法律行动，以捍卫我的清白。代志头来尾去，去年有查某议员批文讲张之豪看伊的眼神会真无爽快，张之豪当时回失咧。当时这个指控本来就是不实的，我之所以没有多做反驳，是因为这样会模糊了焦点。强调去年回失咧是无想要模糊焦点，不过嘛讲到市长谢国良无应该黑白指控。谢谢，我们没有什么评论，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。 案件提升，强调做好家己的工课。市府嘛回应是小编无细力传出去，支持谢国良罢免谢国良，两边继续伫咧相斗，佮引起真侪风波。若10月13就要罢免投票，即马家人市选委会当伫咧应公告内容，拢总16万4600份，预计国庆节进程得全部送到会。中选会25号卖去视察因的进行，要求公众未夹参任何资料，未违反行政中立，来维护罢免公平性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